Hello，大家好，我係問天。今集會同大家分享一下新嘅無雙武將張星彩嘅組隊。有咗佢之後，大家就可以唔使等 SP 法證都可以玩到 SP 關羽嘅組隊。上一集已經同大家介紹咗張星彩嘅技能係可以為自己同主將提供洞察，可以直接令到關羽唔怕控，輸出穩定，連草船都慳返，增加大家嘅共存隊伍。不過有一點要留意返，喺 SP 關羽拎到洞察之前所施加嘅負面狀態係依然有效。以呢一場為例， SP 關羽一開始就中咗禁療，之後星彩出技獲得洞察，但係依然係補唔到血。咁即係話星彩嘅洞察係令到關羽出技變得穩定。不過如果唔考慮共存嘅情況之下，有埋草船解控會更加好。星彩嘅出現除咗令到 SP 關羽有洞察唔怕控之外，佢仲有護盾。要打走晒佢嘅護盾，先可以對關羽或者星彩造成傷害。兩雄嘅星彩喺滿兵嘅情況之下放嘅護盾大概有1700兵，咁即係話每次發動護盾嘅時候，佢就打到人哋2-3千兵。喺先鋒服打咗咁多場，一般星彩都出到2到3次技，咁即係話一般情況之下，每場打到人哋6000幾兵，亦係呢個原因令到隊伍好坦好硬。不過亦都有樣嘢要留意返，就係護盾俾人打倒晒嘅時候，同時間洞察亦都會消失。隊伍配置方面 ，SP 關羽全武力配中勇、擊旗或者疾雨。個人覺得擊旗會比較好，除咗輸出比較好之外，仲可以護血同埋減低謀略嘅傷害。而兵書就會用分儀、百戰同埋嚴虛。星彩2速傳統出配殷利、虎緝、飛弓或者係騰甲。呢一隊有劉備嘅補血、陷陣或者草船，仲有中勇嘅倒戈同埋擊旗，再加埋飛弓，啲賴會倒瀉晒。所以我個人會傾向用虎緝多過飛弓，等打兵刃隊伍嘅時候冇咁容易輸。因為呢一隊好依賴星彩發動護盾增加坦度。如果唔好彩頭2回合俾人控或者出唔到技，冇護盾嘅話就好弱，好易死。而兵書我就用咗臨敵、速戰同埋百戰。劉備1速傳至技能風刺、草船或者係陷陣。如果劉備冇配草船嘅話，就可以唔使點速傳智力就可以。我冇俾草船星彩，因為星彩如果俾人控咗，即係佢出唔到技冇洞察，咁佢亦都唔會發動到草船，咁係冇意思。所以我就俾咗草船劉備幫星彩同埋關羽解控。暫時呢一隊打富貴旗嘅體系或者飛鴻嘅話會比較差。如果冇用騰甲嘅話，打速攻隊亦都會差咗少少。而打黃馬槍嘅時候就有少少飄忽，都視乎睇下洞察俾唔俾到關羽，令到佢唔怕虛弱。因為 SP 馬超癲起上嚟，星彩真係出唔到技。咁跟住嚟就有戰報分享俾大家。咁今集暫時分享到呢一度，多謝大家支持，下集見。